搜羅大灣區靚盤，大家好，我係共創聯行李樂。今日咧就嚟到澳門啦。香港就有最靚嘅維港海景，天洗海，澳門都有。我身後邊呢個盤咧就係澳門嘅天洗湖啊。咁呢個盤咧係由一房390尺到1098尺嘅4房，複式咧有7房嘅2000零尺嘅。同埋咧，別墅屋都有，別墅屋咧3000尺到8000尺啦，總共得13套嘅啫。我依家身處咧就係喺何鴻燊博士大馬路隔離嘅呢一個樓盤天洗湖。咁呢個樓盤咧，即將喺7月份咧就會開盤噶啦。第一波推出嚟嘅咧就係呢一個皇璽，因為成個小區咧係得3座嘅啫，隔離嗰座咧就係1座嘅御璽。皇璽同埋呢邊嘅星璽，咁今期開盤咧就係屬於呢一座嘅皇璽。呢個景觀咧其實係可以望到東南向嘅呢個景，可以望到葡京啦，同埋呢邊咧仲有一個叫做係龍船啊，爬龍船啦、爬龍舟嘅一個地方啦。因為樓下咧好舒服，可以睇下，同嗰邊咧影一影開始個景，大家可以望一望成個新葡京啦。呢邊咧就永利啦、金沙啦，都喺晒呢邊噶啦。同埋咧，南向可以望到橫琴嘅景嘅。我哋可以望一望。隔離咧就係澳門觀光塔啦，超正呢個景。除咗可以睇到好靚嘅一個景觀之外咧，咁今次嘅樓盤開發同埋啲單位咧，基本上係精裝嘅。喺呢個位置嘅回報可以租到幾多咧？大概一房咧1萬蚊出頭咧，完全冇問題嘅。我有朋友喺呢邊附近咧買咗一個開放式單位，租咧都租到9500蚊一個月嚇。咁喺呢個位置呢個地段，大家又覺得點咧？前邊咧就係主教山，基本上兩邊依家嘅視野係好開揚嘅。咁你買喺呢度咧，因為隔離呢啲咧全部係啲官地啊、政府用地啦。咁後期起乜嘢咧，暫時都未知嘅。咁我覺得呢個樓盤喺呢個位置啦，同埋靠近呢啲位其實好 OK 嘅。再加上咧，佢本身係屬於小層高，總層高咧係得13層嘅啫。明年嘅26年嘅第二季啦就會收樓噶啦。你如果有興趣想買啲位置好嘅、地段好嘅靚 view 嘅話咧，就可以過嚟望一望呢個盤。如果你想要詳細嘅一個資料嘅話咧，歡迎下方咧評論區留言天洗湖俾我哋啦，即刻將資料奉上。